你係咪以為喺珠海買一套真正似樣嘅改善盤，冇幾百萬預算，基本唔使諗呢？今日我帶你嚟睇呢個，真係幾有殺傷力。湖心路都會大景7棟樓王加推，按今次嘅活動口徑呢，單價7字頭，仲有禮包或者裝修權益可以揀。呢下就唔係普通減價啦，係直接衝住改善客嚟㗎。咁依家跟個鏡頭入去睇下到底生咩樣。咁我哋而家入翻嚟小區啦，睇翻咧，其實佢整體嘅園林咧達到35%呢個數據嘅係非常之準確嘅。另外睇翻啦，好似啲小朋友玩樂區都係有嘅。咁作為改善盤嘅話咧，我覺得呢度嘅俾我嘅感覺非常驚豔㗎。咁接落嚟睇翻我哋要去嘅呢個樓王7棟，跟翻個鏡頭嚟睇睇。哇！咁我哋而家入翻嚟樣板間呢邊睇翻咧，一入嚟就一個咁大嘅入戶花園。講真嘅，你話改善型，佢係真係達到咗，因為佢揸入戶花園，我覺得已經係做得非常靚啦。而且入戶花園呢邊咧對翻係一間房嚟嘅。咁呢間房嘅用途，我相信你可以作為一個保姆間啊，或者書房啊，甚至乎工作室嚟用。咁如果同翻入面嚟區別嘅話咧，以後你可能喺屋企啊有啲咩工作，呢度就可以完成啦，唔會影響到屋企人嘅。咁再入翻嚟廳呢邊睇翻啦。入嚟之後咧，左手邊有一個大廳，哇！呢個闊度，呢個咁即係叫做好闊落，真係好舒服。而且我哋坐翻呢度睇翻電視嘅距離係完全足夠嘅。而且呢邊望翻出去咧就係一個小區園林景觀啦，真係好舒服。佢依家做咗一個封窗嘅設計嘅，呢邊係一個陽台。咁陽台大家都知啦，呢邊係一個贈送面積嚟嘅。哇，好似佢咁擺張麻雀台喺度，有時約朋友上嚟砌下長城都幾過癮。咁我就再睇翻嚟呢邊啦。咁啊，廳對住咧，呢度就係一個非常之大嘅一個餐廳啦。咁睇翻餐廳位嘅話，佢同樣都係一個陽台係對出嘅。咁呢邊可以作為翻呢個生活陽台，好似晾下衫啊、曬衣服就 OK 啦。咁呢個位嘅咧，好似佢咁樣擺翻個長台嘅闊度係 OK 嘅。再睇翻太太們比較關注嘅廚房啦。廚房咧，佢用緊一個 L 型嘅設計，空間嚟講咧，可能相對細翻少少，但係足夠使用，兩個人啦，兩個人喺度同時操作係足夠嘅。另外呢個位咧，你擺翻冰箱係絕對夠噶啦，雙門都 OK 嘅。咁我哋再往翻入去邊睇翻我哋一個日常嘅瞓覺嘅區域啦。咁睇翻呢邊就係第一間房，呢個房咧佢就直接對翻出邊嗰個陽台啦。床都擺得比較大嘅，其實空間感係 OK 噶。另外就好似呢啲衣櫃你都係做翻喺度嘅，空間真係做得一流。咁再睇翻呢個正對住嘅第一個工位啦。咁工位嘅話咧，全部係明窗嘅，而且呢啲乾濕分離都係到時做翻。整體嘅感覺啊，同埋呢邊嘅一啲空間感俾到你係好舒適噶。咁再往翻呢邊睇啦，就第2間客房。第2間客房嘅話咧，空間都 OK。作為兒童房啦，以後小朋友啊，好似喺呢度咁樣整翻張書台啊，擺翻張1.5米床啊，然之後連翻去呢個榻榻米，望翻出面嗰個幸福河景觀，真係一流。咁再望翻呢邊睇啦，呢個就係佢嘅主臥、主人房啊。我哋平時喺度生活，你諗下咁大嘅空間，2米床絕對冇問題。然之後你睇翻呢個景觀，睇翻去嘅就係我哋嘅小區園林景觀。每日嘅話，你起身望到咁綠色嘅地方，而且咁好嘅陽光曬入嚟，真係舒服。而且呢啲位置你全部預留翻去做翻一個一整排嘅衣櫃，空間用得係非常之好嘅呢個。咁睇翻佢嘅主人房洗手間啦，空間夠大。如果中意浴缸嘅話咧，你可以將佢做翻浴缸都 OK 嘅，因為2個洗手間嘛，一個可以做浴缸，一個做淋浴房都可以嘅。咁如果你睇完呢度，覺得呢度比較感興趣嘅話，喺下面評論區私下話。咁依家咧咁大嘅面積142方嘅話咧，其實嘅單價去到7000幾蚊就 OK 噶啦。另外咧仲有權益嘅裝修家電禮包可以俾到你噶。如果你對呢度感興趣嘅話，可以喺評論區私信 River，即刻會揾到你。